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5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今仔日国内增加180个本土病例，政府也将湘北地区的防疫指数纠关到第3级，时间到5月28为止。湘北的防疫警戒纠关到第3级，台北的绑架有4个体检站，今仔日有真侪民众去排队做体检，一时却无法度消透人阵。湘北的本土疫情当咧严重，民众也去大卖场抢买物资，但市长表示国内物资充足，请民众唔通惊惊。今仔日新闻一开始，咱赶紧过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今仔日是增加185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其中有5个境外病例，180个本土病例。本土病例当中，台北市有89人染病，新北市有79人。也因为一声逼出遐尼侪病例，烦恼讲负压病房会无够用。指挥中心也宣布讲，假无迄严重，甚至是无出现症态患者，转去集中检疫所隔离，甲医疗资源留予重症患者。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有警报，一日大增加180名的本土病例，创下疫情以来一天确诊新冠的纪录。本土个案是68位男性，112位女性，年龄实在无满5岁到80多岁，其中一个以台北市89例上最，佮再来是新北市75例，彰化县6例，宜兰县甲桃园市各4例，台中市甲基隆市各1例。在里面看起来还是从这个热区出来，还有接触者，相关的一些关系，已经有厘清的，然后剩下的是尚未厘清感染源。为了因应确诊的病人快速增加，烦恼病院负压隔离病房不足，指挥中心未来对着轻症也是无症状的人，会转到集中检疫所，一人一室来隔离，而且出院也有新的标准。专家会议小组建议，若是检查出4D大屋也是定有34，代表病毒量低，就使解除隔离，转来到社区。从负压隔离病房或专责病房转到集中检疫所。之后，确定了以后可以安全回到社区，我们就再让他回到社区。由湘北疫情提升警戒到第3级，但是中山记者会了后，佮临时宣布，即日起暂停湘北的社区式登记账户服务2礼拜。因为大部分有很多的在日照里面湿冷的程度都不是很高那有一些就是基本上还是可以自理生活，那当然有一些是没办法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就会专线请居家服务单位来提供。但市长强调，湘北的疫情真严重，即日起到5月28进入第3级的警戒，民众出外若是无挂喙暗，相当严罚5块，违规来聚会、宗教活动要特定的场所无关起来，相当严罚30万块。呼吁民众爱积极配合各项防疫做法，共同来严守社区的防线。记者综合报道。伫今仔日一声逼出180个本土病例，中央政府也赶紧召开会议，决定把湘北地区的防疫指数纠关到第3级。对今仔开始到5月28，民众出外拢爱挂水暗，停止室内5个人、室外10个人以上的聚会。全国部分公路场所也拢爱先关起来，进香绕境活动也着爱先暂停。各种医学校园无对外开放。昨天一天新的确诊人数就高达180多人。为了要保护全体国人同胞，政府必须依《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的法律规定，对新的状况做出更强、更大、更及时的规范。本土确诊数大增加，政府紧急召开会议，也向总统蔡英文报告，决定升级湘北的防疫3级，有关到3级，即日起到5月28，为期2礼拜。我们的新北市或是在北市万华所设的筛检站，阳性的筛检率都从3%到10%不等，所以看得出来这几个区域事实上是有一个相当程度的风险。新北市跟北市。这是算是我们这一次要升到3级的警戒的区域。那时间从5月15到5月28号，以2个礼拜先做这样的一个紧缩的管制。
避免疫情搁扩大，中央采取必要做法，对3级警戒，双北市最适防疫的指引包含：出外专程挂喙安，避免无必要移动甲集会，停止室内5人、室外10人的集会，各场所落实人流的管制，企业启动异地也是远距离办公，餐饮的场所落实实联制，公共场所甲大众运输加强清洁甲消毒。警告呼吁在第2甲第3级警戒范围的人员，减少区域中间非必要移动，更加扩大台北市网甲地区的检查量能。那这一次我们把双北拉出来，好，那其他周边的区域没有放进去。那主要就是要让这2、3级区域有所区隔。那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界限的存在，避免不必要的2、3级之间的一个移动。那双北边都流传做县市，中央紧速全国防疫做法，双部休闲5路场所应该关起来，全面停止进香团甲绕境的宗教的活动。各中小学园无对外开放，各个社团更加爱停止交接的活动。苏贞昌15下晡再来到指挥中心，一定要中央地方大家合作，然后就相关的物资一定要让民众了解，我们都准备充分。因应防疫的升级，指挥中心也甲各县市实行防疫会议，苏贞昌也亲身参加，及时来掌握各地疫情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国内一声出现180个本土病例，台北市就89人染病。台北市的防疫记者会头一届改用线顶直播，市长郭文哲一开始就要求民众要爱挂嘴安，减少出外，也较莫伫咧外口食物件。另外，伫咧坊间有安排4个体检站，却因为人伤过济，明仔载会搁设第5个提供民众做体检。台北市进入防疫第3级警戒，防疫记者会头一摆在线顶直播进行。台北市刘国文第一开始先对民众话为：没有必要就不要外出，如果外出要戴口罩，然后不要有那种飞沫传染的机会。所以原则上是不要在外面有这种吃东西的这种动作。本土案例大增加，全台180个确诊，北市占上济89例。就烦恼中央的防疫指引，也有人不了解。郭文哲再次表示，外出专程挂嘴安，停止室内5人、室外10人以上的聚会，只保留必要性服务。双北仅保留维生、秩序维持、必要性服务、医疗及公务所需外，其余的公共场所都关闭了。营业场所如果没有实名制保持社交距离人数就要关闭。所以，事实上，我们今天上午8点开始已经关闭了10大类的特定场所另外，关起来场所包括观点观赛场所，像电影院、体育馆、音乐厅、博物馆、游乐园等；教育学习场所是有社区大学科技中心、老人共餐活动中心、社教馆、图书馆等等。总共1点1数上安全。要毋过，要出去网家民众看到确诊数一直升悬，烦恼家己也会为着将快筛站开甲站通通。5月13号开始开设防疫的万华专案的检验站。那昨天5月14号一天检查近600位民众，另外今日截到目前为止，筛检人数已经逼近400位。刚运作1、2天，所以今天市长也指示了，我们会开第4、第5个开筛站，然后希望明天能够启用。目前北市扩大体检完成人数，中心病院369人，报批了156人，和平有50人，拢总575人。为了应付大量体检的人，北市将搁增加第5个快筛站。关文哲呼吁有症状民众接快筛，无症状的唔通来增加医疗负担。另外，中小学刚要启动远距教学，关文哲讲，16下到下甲教育局开会，原则上会鼓励线顶教学。也有800期投资共同生活圈，今是应该拢列做3级警戒。郭文哲无加讲，只回应爱由中央判断。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双北的防疫提升到第3级了后，新北市长侯友宜就随调开线顶记者会，公布相关的防疫措施。新北市是照常上课，其他活动也拢先来暂停。侯友宜也建议讲，双北、桃园、基隆也有宜兰是同一个生活圈，为着要避免防疫空棚，中央就爱甲基隆、桃园、宜兰做伙列做是第3级警戒。部长跟我通电话是在10点半，所以是10点半知道中央准备升3级。中央宣布双北提升防疫的等级，新北市长侯友宜15下晡召集紧急的应变会议，并且讲早起10点半接到疫情指挥官陈市长的电话，讲准备升级。除了中央公布3级的防疫规范，新北市也公布第3级警戒准则。全市各地里面活动全面暂停，维持学校基本的上课、基本的照顾以外，其他活动暂停。
新高新公园即日起停止开放，其他公园的游戏器具量停者加强消毒。若是无多有效管制人流，必要时爱关起来，并且鼓励双北捷运抑个公车电子票证记名册。而市府启动分组分区办公，市府的大楼、各区公所甲市府所属机关的办公场所才会插工人流管制。区分办公甲为民服务区，插工的民众暂停进入办公区。为民服务鼓励线上来申办，大楼出入落实实联制，每天来检讨，增加清洁加消毒的工作。还是呼吁大家原则上外带，不要在餐厅共食，尤其夜市、小吃店，一定要落实隔板，并采梅花座。除了提出规划非常的时机，也化为爱市民避免斗阵食饭。侯友宜提出，台北、新北、归人、桃园甲宜兰是共同生活区，建议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应该把桃园、归人甲宜兰升级为3级防疫的管制，和防疫为甲密。共同的生活圈，所以北基宜如果能够同时一起升3级，大家一起共同面对，不赶快把这个状况提升的时候，万一扩充出去，那再升级其实有时候为时已晚。尽管泸州的确诊人数快速增加，侯友宜讲，其他区域确诊人数未比泸州较低，呼吁莫甲泸州污名化。就是毋是要来普遍检查，是会密切监控。卫生局也做好准备，若是真正有高危险的地区，会随时来启动。侯友宜也强调，若是新北市无法度快速甲疫情挡掉咧，下一个阶段面临整个区域封锁，必须要全力做好准备，嘛要做上歹拍算，防堵病毒一直传出去。记者综合报道。本土病例逼出180例，其中有43人是伫咧网咖。这个消息一出来，平常时拢正闹热的网咖零散时上款，一声是变甲真点钟。着店家规气甲铁门救落来，讲是无要做生意，要店家也讲生意只剩2成尔。所以因为逼出病例，真侪人要体检，但要体检的人阵也是绕长。着民众烦恼讲，无法度赶紧体检，惊讲会传染互厝内面的人。救护车警报声伫四周安静的气氛内底是正大声。原本车侪人嘛侪，龙山市四周围因为疫情升温，不但是人无侪，街仔路面顶的车辆数目嘛减少，都长客人车嘛减真侪。龙山市对面公园啊，还有一寡民众是坐伫咧遮吹风。台北市公园处朱伟景照常出动，整理环境，并且劝遮民众爱滴水安。朱伟景私底下透露，坐伫遮民众数目差不多是平常时的1成到2成。来到四周围的街仔路，虽然有一寡点啊是甲铁门扭来休困，但是也是有一寡业者是来营业。不过因讲啊，这人客是减少真侪。少大概近8成，这几天疫情爆发的时候就开始少了，就是会紧张吧，对啊，然后只是既然遇到了就没办法，对啊，就是大家都戴口罩这样子啊。这气氛无好，当然来自对着疫情的无确定，还有危机感，还有塞车经过民众看到媒体伫龙山寺头前来采访，是甲车停落来，甲车窗降落来，大声来话讲啊，因想要投诉，即马政府这检疫的能量是无够。因为我已经有真正，我旁边的朋友也都有确诊了，他不给我做，不晓得要怎么处理啊。政府要筛检要赶快，像我们这样，如果有的话，我回去还不是又被各组的人还是要了。也各界嘛关心万家地区这中小学敢应该来停课，但市长表示，即马是第3级警戒，也无到全面停班停课的标准，还是维持上课，其他就照即马机制来做办理。还是根据那样的一个标准来做，我们认为那样的一个标准算是能够保护安全，但也不至于防疫过度。疫情快速变化，让万家在地民众感受到真大压力。命落化解，就要看中央啊地方政府安怎来合作调派更多资源来投入，稳定疫情，安定民心。记者张志雄、陈信良台北报道。双北的防疫级数提升到第3级，民众也拢3钱去到大卖场买物资，其中米、泡面、罐头甲卫生纸，大概是买了了。不过有真侪大卖场开始限制民众买物资的数量。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也强调讲，国内生活和防疫物资都有够，请民众唔通惊吓。鸡仔顶空，罐头拢已经卖了，一箱一箱的泡面，卖府摆起鸡仔顶就已经拆卖。本土病例一捆头增加180例，双北防疫战级提升到第3级。北部的卖场已经出现袂少采买的人潮。
另外，伫咧北部出名的美食卖场人也袂少，食物甲卫生纸上侪人买。伫惊起为着变种病毒，有民众甚至挂防护目镜、用手套，请航空公司出的防护外套来买物资。觉得政府的管控真的蛮大的一个问题，然后应该要重新审视所有的防疫的措施，这样。We bought a lot of chicken, some fruits, eggs, and some vegetables. Taiwan is doing a better job than our country is. Just people keep on being safe and taking all the precautions, and we are gonna be good. 本土疫情压起来，卖场一方面严格控管入场的人数，加强消毒、防体温。即马着惊民众囤货，未少卖场拢有限制民生物资、加防疫用品的采买量。咱的疫情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也强调，国内生活加防疫物资有够，呼吁民众莫抢买。记者阿明金林学凯台北报道。台北地区已经把这个防疫改善救到第3级了。双北基隆汤圆是同一个生活圈，基隆市汤圆以及到宜兰今仔日也宣布讲，正在准备3级警戒。除了5、6场所暂停营业以外，也呼吁民众讲，若准无必要，就赶快去双北地区。汤圆市长郑文灿也宣布讲，汤圆4大夜市就要暂停到5月2日。本土疫情升悬，双北即日起升级3级警戒。双北市长侯友宜呼吁北北基图共同生活圈的基宜图加入。基隆市长林右昌下昼宣布采取等于第3级警戒区域防疫应应措施，采取积极的防疫的措施。那么北野基桃是一个首都生活圈，我也一直强调防疫一体，同岛一命。宜兰县下昼召开防疫会议了后，也宣布进入准3级防疫。因为基隆宜兰汤圆，逐港到双北通勤密切，林主任也表示会加强交通运输的防疫措施，将加强转运站、火车站等这个消毒，也请民众非必要尽量不要到双北去。基隆宜兰汤圆拢将防疫警戒提升到准3级，不过这2天假日敢是关掉人真济夜市。基隆市长林右昌表示，庙口夜市业者防疫意识真悬，将会因应未来疫情，继续进行联动式对应作为。另外，汤市是宣布4大夜市停业。夜市的人潮有一半来自双北，那因此市府跟夜市自治会经过协调，决定休市到5月28号。汤圆准3级防疫作为，除了10来5人、户外10人采实联制、单线管制，其他防疫措施拢比较双北办理。郑文灿也表示，这摆确诊人数大大升悬，汤市将全力协助病患的收治。另外，也宣布针对为双北通勤到汤圆大约有900外位的公务员，将会当采取地处办公。记者综合报道。本土病例一声增加180人，伫咧台南也出现一个病例。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目前这个病例无包含伫今仔日公布的180人以内，而且这个病例是对邦桥坐火车去到台南。面对着这款的局势，台南火车头也随进行消毒，高雄、屏东也甲防疫的级数有关到第3级的准备阶段。消毒人员将装备一透早出现伫台南火车站柜台执行消毒工作，引来不少关切。原来是台南市卫生局透早发紧新通知，有一名乘客为邦桥站坐117次自强号到台南车站，确诊得到新冠肺炎，台南车站随大消毒。在台南那一例在他们卫生局出来讲的时候，那时候还是一个疑似的个案。那刚刚采检的结果也刚出来，那是确诊的是确诊的个案。送到医院之后呢，这直接采检，然后筛检初步是阳性，然后等到这个进一步的 PCR 的检测，确定是阳性，就马上直接进入负压隔离病房。所以呢，他基本上没有跟外界暴露跟接触，唯一现在可能跟他接触的部分就是跟他同车厢的人，还有他的家人。指挥中心证实，这名确诊个案无列入180位本土案例名单，因为伊确诊前在大众运输工区。台南市长黄伟哲提出呼吁，客运代替甲高铁拢爱实施实联制。高雄市长陈其迈也认为，在当庭建议采实联制，因为台湾自治生活圈移动真急。高雄市也提升防疫层级，进入准3级防疫警戒，同时非必要的公务旅行拢停止，无鼓励员工出校甲上班。人员的移动还是会很频繁，所以很难避免说这种在
这个城市间的这个旅行人员的移动，这个很难避免。好，所以为什么我们的防疫标准要升级的原因是这样。我们也特别用准3级来超前部署。那未来在整个一个相关的防疫措施呢，可能若干会造成县民的不便。屏东县同款提前准备，宣布全县提升为3级警戒。除了配合全国防疫因应措施，县立图书馆甲社福等公有官舍、社区关怀据点也暂停开放。县府也表示，因为中央已经取消也是延后相关的会期，所以无需要特别规定公务禁止前往上班。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一声逼出180个本土病例，政府甲双北的防疫阶层纠关到第3级，相关的规定，咱也带观众朋友做回来了解。伫咧台北、新北甲防疫警戒纠到第3级，时间是对5月15到28，民众出外一定要爱挂水安，也唔通出外泡泡澡，也莫聚会，停止室内5人、室内10个人以上的聚会。了解家己的身体状况有症头，就要赶紧去看医生。店家甲公家机关就要人数管制，也就要强制挂水安。一般的工课场所也就要防疫进行卫生的管理。另外，讲到卖食店家要甲人客留联络资料，保持社交距离。食物件也就要使用隔板。另外，民众去参加红白贴啊，对来宾也就要留联络资料，保持社交距离。公共场所甲大众运输也就要加强环境的消毒。另外，为着要避免疫情再拖开，5路场所也要暂停营业，停止进行含条件活动。各中以下校园无对外开放，全国社团停止交流活动。咱民众就要接洗手、挂水安，保持社交距离。若阵有症头，就要看医生，管好家己。除外拢是防疫国家队。讲到国中教育会考，今仔日是头一天，今仔日有20万名的考生来考试。也因为国内疫情当咧关卡，考试时阵拢爱挂水安磅体温，家长也袂当陪考。为着卖互这个会考变做是防疫空芳，若阵考生有发烧、呼吸道的症头出现，拢爱安排去备用考场。今仔日一共就98学生使用备用考场。考生请出示准考证，陪考。考务人员伫校门口欢呼检查准考证资料。高中教育会考15正式登场，面对国内疫情严重，考生家长甲学校单位唔敢带。就是有带酒精啊，对啊，就是该带的都有带。考场的防疫应该是做得蛮确实的。因为防疫影响，需要强化防疫措施，包括暂停挂嘴、按量体温、开启市场的壁架窗啊，各5至10公分，也爱进行消毒。苏台附中考场有1600多名考生再去回报一切正常，无启用备用教室，但其中有每日前往新亚高岗视察防疫。考场它有设置隔板，这样考生考完试要用餐的时候，有这个隔板，可避免彼此交谈造成的飞沫或气溶胶。为了避免人济群聚，会考无开放陪考，由承办学校甲考生就读学校组织服务队。也不过会考毕竟是学生人生中头一摆重大考试，无法度陪考，也互部分家长真不甘。对他们来说，算是他们人生第一次的魔王关，独自去面对，其实也是有一点舍不得啦。那当然。我们也不是说真的那么妈宝，那我相信孩子平常就已经有很多的练习。同情吧，因为毕竟疫情那么严重，然后他们还要考试，就是被影响很多。可能今年碰到这样的疫情，所以要小心点。家长甲服务队成员感觉考生真辛苦，也不过对考生来讲，考前疫情倒一个较互人紧张，拢有无同的看法。绝对是考试，考试啊。那你准备的都还很充分吗？还可以啦，还可以，就看。今天能不能正常发挥就好？应该疫情吧，因为如果感染到自己也不能考试啊。一般违规行为总计有44人，今天共启用了70间第二类预备市场，有98名考生在这个市场应试。高中会考头一天，社会数学国文甲写作测验依序登场，因为疫情相关，会考照常举行，所以相关单位采取防疫从严，认定相关原则，只要有纪律，就先安排到备用市场。15会考落来，使用备用市场的考生，为早起60人到下昼累计有98人，其中包括自主健康管理、甲有发烧还是呼吸道症状的考生。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已经来，千万唔通挂无事牌。明仔载气象，咱做伙来看卖。北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
中部地区对25度到35度，东部地区对25度到37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2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4度到31度。也有未来3港气象。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马仔同的时间再会。